度咧就係三科展覽館嘅 East，頭先我去過就係 West， 就展覽館嘅 East 嗰邊，咁我頭先就去 West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蘋果，展覽館嘅 East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蘋果，你是我的小呀小蘋果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蘋果，你是我的小呀小蘋果。咁咧，我哋就嚟到 East 嗰度咧，三科咧就嚟到9A35嗰個有一個陶瓷嘅工作坊啦。咁我就訪問一下其中一個嘅師傅。Hello，大家玩嘅陶藝嘅雕塑嘅焗瓷嘅話咧，而家比較少，佢係一啲損壞咗嘅瓷器，通過用焗釘嘅方式將佢修復啦。過程中係唔可以用一滴膠水嘅。咁呢一個就係我哋石灣嘅雕塑技藝啦，好高興同大家認識。Hello，咁我哋而家咧就嚟到科十啦，咁我睇一睇。Hello，咁我哋而家咧就嚟到科十啦，咁我睇一睇。